来，乡亲，咱回头继续来看这件马孙仔三地人的命案。涉嫌重大这个竞赛，昨日喺台中一间日租的套房，互警察甲抓起来。伊承认杀人咯，讲伫喺外口欠1000多万的债务，甲丈夫借钱，定定互讨钱，佮长期互太太口水冷暴力，所以才会痛下杀手。杀死人逃亡的这段期间，有5天的空窗期。嫌犯讲，伊是咧思考人生的方向。检察官问过笔录了后，认为被告涉嫌杀人甲故意杀害儿童等罪，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。是不是因为被岳母数落？杀人呢？杀死3条人命的张姓嫌犯，双手双脚互扣掉，送地检署来复讯，看袂出悔改，冷静犯案甲逃亡，袂输早就有计划。我们6点开门嘛，大概也是6点。抓到人的迄天透早，警方伫咧嫌犯住的所在甲转中途到紫微宫拜拜，意外发现嫌犯一透早嘛到庙里拜拜，互锁定行踪。警方大动作冲入去抓人，继续伊的逃亡之路。5月初1暗时，到过长工早起，趁规家伙仔拢咧困，先甲太太抬死，惊代志变空，搁甲丈夫甲囡仔抬死，丈夫搁假做因来报平安，甚至甲尸体做伙5天。了后走去台中住旅馆，过长工替房换第2个所在，住无几天，12号互抓到。若中午的时间，伊讲伫咧思考人生，毋过应该是咧思考安怎比警察，因为过程中伊先坐高铁落南，换白牌车住旅馆，搁上网找一个会使饲狗仔的套房，专程拢带狗仔行动。警方怀疑是挑工设一个断点。在外面欠了1000多万吗？嫌犯才24岁，和老母10几年无联络，户籍一直囥伫咧户政事务所。结婚了后，1个月开4万外块，住高级社区，一口罩4个人生活。虽然伊敢若经营饭店，毋过收入无稳定，阁有1000多万的缴销，阁捌甲口罩卖互诈骗集团，互提告诈欺，开庭无出现，互通缉。伊讲债主一直来讨销，阁加上定定互丈夫骂，才会甲人杀死。上案结果无发现明显的外伤，颔棍嘛无分裂，无法度判断死因，而且遗体拢是樱桃红色，检警怀疑是一氧化碳，也是氰化物中毒，和嫌犯讲的无共款，警方阁会进一步来查明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